單身即地獄瘋狂洗版啦，咁啊大家討論到好高嘅就係各個男女嘅唔同選擇，佢哋嘅風格唔同，但係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全部都留一把黑色嘅頭髮。喺海邊啲風吹住啲頭髮嗰陣時，會唔會覺得好吸引啊？最多人有嘅小動作就係撥頭髮。所以咧，頭髮對一個人第一印象係非常之重要，同埋一個濃黑健康嘅感覺。我最近咧就試咗一個韓國嘅品牌叫 Soil Lab，佢有一個黑豆嘅萃取做嘅洗頭水啦，同埋黑豆做嘅育髮精華，黑豆成分有64%咁高。之前都試用咗2個星期啦，咁我個頭頂咧其實啲頭髮咧即刻有生氣好多。濃密咗，同埋最緊要咧係有一種光澤感。另外一個韓國嘅牌子 Spa Clean 咧，佢係 Salon Spa 級嘅一個洗頭水，主要嘅成分係 collagen，去令到你嘅髮絲咧回復一個水光嘅感覺嘅。同埋佢好神奇啊，即係真係叫 Amazing Collagen Series，佢係會發熱嘅，就等於你嗰個焗油嘅效果啦。搽落頭皮，搽落頭髮度，佢會變咗霜狀，去包住你嘅每一個頭髮。令到佢滋潤啲，嗰啲熱力咧就幫助啲營養去滲透落啲頭髮啦，令到啲頭髮咧洗完出嚟咧好柔軟，同埋有一個好自然嘅水光感。Soil Lab 同埋 Spa Clean 咧都做緊折價，全部都係100零蚊，可以試一試呢一個產品嘅威力啦！大家快啲去試下啦！